點解香港政府滅聲仲快過滅火？最近國安處嘅動作明顯又急又亂，一場由貪污引起嘅火災，竟然要動用咁多資源去約談，甚至拘捕質疑者，再高調召見外國記者去照肺，不惜犧牲國際形象滅聲到底，做法實屬罕見。香港人而家都收晒聲，點解佢哋仲要咁緊張呢？其實對香港人嚟講，風險係固定可以控制㗎。你講多幾句嘢，可能被約談，可能被扣查，大家都心裏邊有數。變咗好多人匿名咁用安全方式發聲，但對政權嚟講，風險係浮動同埋無上限。10個茶煲9個蓋，佢哋唔知道邊一日、邊一件事、邊一個人、邊一樣嘢會突然成為另一個引爆點。前公務員黃岸然只係質疑國安處有乜法理依據去禁制民間記者會，就被國安處用妨害調查罪名去拘捕。另外，被國安約談嘅網絡人士更加不計其數。總之，所有質疑都會被視為火苗，要槍打出頭鳥咁即刻拍熄。喺政府嘅邏輯入邊，火災唔係真正要控制嘅問題，要控制嘅係市民嘅聲音，要將恐懼好似滅火筒咁噴灑喺每個觸發輿情通報系統嘅輿論。但正所謂紙包唔住火，欲蓋彌彰，政府咁樣藥石亂投，到底會有乜嘢反效果呢？我哋拭目以待。